排队准备要坐回零机，这是帛琉佚佗2.0出团的状况。敢若2万人的帛琉原本是零确诊的净土，想要到同款无法度记载 Omicron 变成病毒。针对这个疫情，事实上发生的非常的快速，在星期一才知道这件事情哦。那所以我们也快速跟帛琉方这边联系。指挥中心证实，帛琉目前累计167个人确诊，除了139例境外刷入以外，还有9例是在地社区传染，19例已经恢复。原本5天加9天自主健康管理方案，敢要加严，指挥中心爱国评估，确实烦恼疫情继续拖。长期投入帛琉医疗外交的成功病院表示，会伫这礼拜六派出感染科主任和医检署团队来提供协助。如果他已经有社区感染的风险的话，当然我们就要考虑滚动式的去修正我们的防疫规定。旅行社嘛讲，旅客若是烦恼，想要取消行程，会使办理退钱。指挥中心他还没宣布说我们在帛琉泡泡这个部分，它是否已经是取消的状态？如果他还没宣布取消的状态，那其实退订客人势必会有一些费用的产生。医生嘛讲，帛琉人口已经有99%住完第2剂，目前感染者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头，不过确诊的个案增加甲真紧，嘛使看出 Omicron 真强的传播力。敢会当出国佚佗，恐惊要是爱想看卖。漂面到时阵，唔但看到美景，连病毒嘛当作是伴手礼做伙，炸回来台湾。